咁緊張咧，除咗令到你講嘢快之外咧，同埋身體即係做好多冇乜意義嘅動作之外咧，其實咧比較明顯咧，就係你個膊頭會好掹緊啊。所以咧，上次有講身心影響呢一樣嘢。當你有呢種緊張嘅感覺咧，其實咧你第一下咧，你先感覺下自己嘅膊頭係咪有一種緊張感。咁咧，我哋可以試下用下拉筋嘅方法，將你個膊頭鬆起，然後向後拉，跟住咧再放翻低。我哋重複幾次咧，等佢有種拉伸嘅感覺咧，其實對你嘅膊頭有放鬆嘅感覺啦。同時間咧，亦都同你嘅大腦同你嘅心理講，其實你放鬆咗喎，唔使咁緊張喎咁樣。又或者簡單啲轉下個膊頭，或者先令到自己個膊頭好緊好緊，然後放鬆。咁呢一啲咧都係一啲放鬆自己肩膊嘅方法。有機會再分享，拜拜。